家俊 Jason 今日嚟到珠海市金灣區嘅一個靚嘅別墅區保利天和，而家咧已經係正式叫做華發保利天和啦。而家我位處於佢3期嘅別墅，呢一集咧就係介紹佢哋嘅樣板間。嗱，樣板間喺所有嘅一個家私啦、裝修啦、硬裝、軟裝，全部都送晒俾你啦。而且咧，佢可以同你做外觀嘅一個翻新。嗱，例如我哋正前方呢兩棟咧，佢已經同你係清洗過外觀啦。今日我哋要介紹嘅呢一套咧，佢嘅入證面積咧係388平方，使用起身咧大概去到400幾500個平方。其中我哋嘅地下室就有194平方，200平方左右嘅花園。OK， 入嚟睇下先。我諗好多觀眾朋友咧，亦都比較熟悉天和呢一個樓盤啦。位處於我哋金灣一個好靚嘅地段咧，亦都係好多港澳嘅優質精英咧會過嚟呢度度假打歌符嘅。同時咧喺我哋珠海咧較為比較大嘅一個高爾夫球場咧，連接紅鶴大橋，大概20分鐘時間可以去到港珠澳口岸。所以呢度無論住宅或者係我哋嘅別墅，都深受住港澳客戶嘅一個喜愛。嗱，我哋入到嚟呢一個位置咧，可以睇翻咧，佢係一個側花園嚟嘅。一路延伸過去，嗱，呢間係示範單位，我哋先由佢嘅花園行一圈啦。因為咧好多觀眾朋友咧可能會比較在意嘅就係佢嘅花園。既然我要買得別墅，我肯定要一個大花園。咁而家我同你講下佢嘅真正嘅一個成交價咧，大概係900萬。咁有意思嘅朋友咧可以揾到 Jason， 價錢咧仲可以同你再少少爭取下。而家嚟到嘅係佢嘅呢個西面嘅一個花園，呢個位置就會更加之闊落啦。過翻嚟咧，到翻佢自己嘅中庭大花園，所以成個花園環繞咧接近係200個平方。因為咧呢一個示範單位咧係2020年已經開放啦，所以至今咧有大概5年左右嘅時間。咁你後期收樓之後咧，呢啲綠植咧，咁你自己一定係會更換嘅啦。其實因為別墅咧，我哋睇好多咧都係毛坯嘅，咁咧喺現今嘅一個設計潮流當中咧，有咁大嘅面積嘅花園咧，係隨便你佈置嘅。咁 Jason 亦都成交過好多別墅啦，大嘅或者係中小型嘅別墅，咁睇翻自己嘅業主啦。因為呢一個200平方嘅花園咧，而家係真係會好難得嘅。咁包括喺我哋珠海，可能大家會比較熟悉嘅華發苑子啦，唐家嗰邊嘅唐家瑞啦，同埋斗門嘅五洲家園啦，甚至有部分係買咗中山三鄉嘅華發觀山水啦等等啦，但係咧都係比較少見有200個平方嘅。你就算係去到華發苑子，都要係大面積至能夠有200平方嘅花園。普遍嘅可能都係60-70到80平方。嗱，呢一個空間，我哋俾一個遠少少嘅鏡頭啊，阿榮，俾個遠少少嘅鏡頭，觀眾睇下先。因為咧時間咧由於就過耐啦，5年嘅花園，但係換喺5年前咧，佢依然係好靚嘅。我哋而家咧就唔好睇佢有部分嘅綠植咧冇點樣維護啦，因為畢竟咧呢個示範單位關咗門好多年嘅。但係我哋就自己參考佢嘅一個使用面積。過翻嚟呢度睇下出邊嘅環境先。呢度咧望翻我哋自己小區嘅內部道路啦。其實成個別墅嘅隱私性係好高嘅。呢一套咧係雙拼嘅別墅嚟嘅。我哋睇翻咧，以前方嘅一個鄰居咧，大概都有5到60米嘅距離。比較難得嘅，咁我哋種滿晒所有嘅綠植咧。當然咧唔影響你嘅光線以及係通風嘅。咁我哋成個通風效果咧都係好靚，因為背後冇太多嘅高層，所以我哋喺自己嘅大花園嘅私密度咧係好高嘅。你過到嚟就睇到我嘅左手邊係冇建築物嘅。咁到翻右手邊咧係有一戶嘅鄰居，只有1間房可以睇到我哋嘅花園，所以周邊佢呢一個戶型嘅隱私度咧，我覺得係相當高嘅。咁如果你話係睇開市區有部分大平層嘅朋友，呢一套5層嘅別墅，總價大概係900萬左左右右。咁你嘅首期咧可能係130幾萬啫，而且佢已經係送埋裝修，送埋入邊嘅家私電器俾你，你可以做到拎包入住。
有個大花園。咁啊，呢度嘅花園大概你可能睇個人啦嚇。你如果想要求靚啲嘅20幾萬到30萬嗰預算，我覺得呢個花園會做得好靚啦。Jason 而家嘅營圖裝飾咧，亦都有呢啲嘅別墅嘅訂單做緊嘅。我亦都可以同你做個方案。OK， 而家我哋睇翻室內啊。咁無論做假山魚池咧，或者係一班朋友翻嚟 BBQ 咧，我覺得呢一個單位咧都絕對足夠。因為舊年我哋營圖置業成交好多華發灣徙啦、中海環宇天下啦、綠景徙業灣嘅大平層甚至 Jason 咧都成交咗幾間綠景徙業灣嘅226、258嘅大平層，嗰個總價咧比呢度仲要貴。咁如果換咗過嚟嘅情況下，你會唔會揀呢一間5層別墅咧？OK， 好，唔該。呢個係室內嘅客廳，1樓嘅客廳以及係餐廳。咁我哋入翻去咧，呢邊係佢嘅一個廚房部分啦。當然咧，成間屋咧，其實佢仲有好多嘅地方可以改動嘅，觀眾朋友。我覺得微微改動或者係出邊嘅空間攞多少少。當然啦，呢一個咧就係我哋簡單屋企人一個相聚嘅客廳。真正嘅宴會廳咧係擺喺地下室嘅，因為私密性夠高啊嘛。呢一個係佢嘅門口嘅入戶處啦。過翻嚟咧，呢度係公共嘅洗手間，一入嚟係一個公共嘅洗手間啦。咁我帶你哋先行晒1樓，之後我哋落去係地下室。呢一個空間咧，其實係可以夠位置安裝電梯嘅。呢一個嘅中庭嘅一個樓梯空間咧，你可以後期加裝電梯。入翻嚟第一間客房，咁呢度可以俾長者啦，佢唔需要上上落落啊嘛。而且咧2個玻璃面嘅，可以睇翻成個光線一定會好靚。因為今日陰天冇任何嘅陽光而家已經係5點嘅35分所以但係佢成個採光面咧都仲係比較舒適嘅。我哋先落去睇下地下室啦。通過呢條樓梯咧，佢係總共係有負1以及係負2嘅。咁而家我哋嘅負1呢個位置只係做咗個架空嘅空間，呢個位置就做個休息位置咧。呢度你可以自己做雪茄吧啦，或者係簡單做啲咁嘅裝飾擺件啦。重點係喺負2，因為佢成個空間咧喺晒負2會比較大啲。咁呢邊亦都已經幫你設置咗我哋嘅姐姐嘅工人房啦，帶自己嘅洗手台同埋自己嘅休息空間。如果你話翻嚟嘅時期，一大家人咧可以帶個工人姐姐翻嚟嘅。落去負1呢個位置就好氣派啦。我哋睇翻成條樓梯，我比較中意呢個樓梯啦，夠闊成個空間感就會更加氣派啦。一落去嘅地方，左手邊呢個位置係做啲藝術嘅一個雕塑嘅擺設咧。後期自己可以喺全國各地所有嘅一啲收藏物品，你可以攞翻嚟大陸呢邊擺啦。仲有2個車位喺出邊嘅，呢邊係佢最大嘅一個接待室嘅位置，做咗個中空嘅設計咧。空間咧就會更加大啦。因為呢一個嘅示範單位係設計於2020年嘅，同而家2025年有咗比較大嘅一個改變啦。當然啦，佢而家每一期嘅示範單位，天和每一期嘅示範單位，佢都能夠做到更新更靚。咁我哋2020年，你如果買入嚟嘅話，中意或者係接受現有嘅呢一個嘅裝修風格嘅，咁你可以唔改動。但係如果你話要改動嘅情況下，其實佢都好簡單嘅，好多位置你可以稍微改動下佢，即係令到佢擺設啊、家具啊，甚至裝飾啊，你可以會再調咯。呢邊係一個茶吧嘅位置，呢個位置就做咗個茶吧嘅空間。再過翻去咧，我帶你哋睇睇佢嘅車庫。呢度係做到人車分流嘅，咁我哋有地下嘅停車場啦，出邊仲有2個車位。呢個位置咧就有2個車位，但係就需要自己購買，係產權車位嚟嘅，空間係絕對充足嘅。2部大少少嘅汽車咧都係冇問題嘅。咁25萬2個車位啦。OK， 地下室已經睇完啦，我哋而家上去睇埋佢嘅
2樓同埋3樓嘅休息空間咧。上到2樓，我哋先睇呢個兒童房咧。而家喺冇開燈嘅情況下，但係光線咧都好精神嘅，因為佢有兩線嘅玻璃面，例如呢個朝南嘅玻璃面同埋朝西嘅玻璃面，成間屋嘅通透性咧係好靚嘅。嗱咁啊望出去咧有好多綠植，咁其實天和嘅別墅咧，我覺得係環境好靚啊。首先你買別墅，我哋要考慮佢嘅一個環境同埋佢嘅周邊嘅一個你所需要嘅生活嘅配套。嗱，觀眾朋友，其實啱先我哋介紹到嘅客廳咧，稍微會細少少，但係咧 Jason 咧亦都有業主係咁樣去稍微少少嘅修改嘅。阿榮，你過嚟呢度，我哋喺呢一個嘅位置，嗱呢一個嘅位置稍微調出少少，同埋側面嘅花園咧，亦都輕輕搭建多少少。呢個係室內嘅改動啊，唔會太多影響佢整體嘅一個結構嘅情況下咧，稍微擴大少少，成個客廳咧好氣派嘅。咁只不過咧 ，Jason 咧就唔係話好中意咧就去探訪或者係採訪我啲業主，即係攞業主出嚟介紹啊，或者即係增加流量啊之類嘅。咁因為呢個我尊重佢嘅隱私，所以我一直咧就好少拍去探訪業主。但係咧我做咗講個客咁多年咧，有好多相熟嘅朋友業主，成日會約我一齊去釣魚啦。我哋去東澳島釣魚啦。有啲攝影愛好者咧，我會揸車同佢去退潮嘅地方去拍啲候鳥，我哋都會有。亦都有好多觀眾朋友咧就粉絲成為客戶，客戶成為朋友。我有去佢哋屋企食飯，不過我就唔想話拍攝人哋嘅私隱。但係咧，佢係有個別咧係可以咁樣去微調少少嘅。咁如果你話對呢一個嘅樣板間有興趣嘅，咁啊 Jason 亦都可以同你大家去參考下。嗱，嚟翻2樓咧，佢有個公共嘅洗手間。呢個公共洗手間咧，我覺得仲係保養得唔錯嘅。佢牆身咧都貼晒大理石㗎啦。咁啊，成個環境其實就目前呢度2樓係保養得幾好嘅。過翻去咧係一個大嘅套房啦。呢個大套房咧，我哋可以睇到佢係做咗純開放式嘅。嗱，呢側咧就係佢嘅套房洗手間啦，智能馬桶啦，仲有個大浴缸。浴缸出邊仲有個生活陽台喎，你睇下。嗰個位置我就冇辦法行過去啦，唔俾大家睇啦。嗱，觀眾朋友，呢一個位置咧，亦都係你可以擴展面積嘅地方。其實呢一個露台咧，你可以完全封咗出去。我覺得就唔影響嘅，佢可以變成一個更加大嘅一個洗手間空間啦。過翻嚟就到翻佢嘅休息區啦。休息區背後係有個大玻璃窗嘅，其實成間套房嘅空間咧係好大嘅，只不過佢中間咧就用咗個電視櫃咧就去做咗裝飾啫。咁你後期咧你要唔要佢都唔緊要啦。講真，如果唔要嘅話，我覺得成間房個空間會更加大啦。再加埋呢度呢一面嘅大玻璃窗。你睇下，嗱呢個位置仲有個露台噶嘛，我哋可以出到嚟噶嘛，我哋可以出到嚟呢個露台啊嘛。你由呢度睇翻個花園，阿榮俾個角度呢個位置睇翻個花園，微微調到出呢度，將佢移出少少，咁樣嘅客廳，好多打歌符嘅朋友睇到嘛，好多打歌符嘅朋友 ，OK，Jason 喺中山三鄉雅居樂柏岸嗰邊啲鄰居。佢哋啲別墅加建先得，犀利。咁當然啦，喺國內咧，發展商嘅人員咧係不能夠輸出嘅。咁我哋做中介代理、agent 代理咧，就簡單同你提一嘴啫嚇。咁有呢啲經驗，亦都可以分享俾你嘅。而家咧就去翻3樓啦。3樓就設置咗一個房同埋係天台啫。我哋先睇套房啊。大套房嚟嘅，冇開燈，開燈俾大家睇下先。成個3樓嘅情況下咧，呢度嘅主人大套房咧，都好新淨嘅，全部亦都係大理石嘅設計嘅。咁後期你只要揾人去簡單去拋下光，成個會保養得更加靚咧。呢度係雙露台設計，我睇睇先，定係連通嘅咧？呢一個係雙露台設計啊！出邊仲有個露台位啊！呢度望翻過去，
對面係金灣航空新城啊，最高嗰棟係華發嘅萬豪酒店啦。嗱，我哋呢一側其實前後嘅鄰居咧，距離咧都有少少距離嘅。嗰度蒙咗黑布黑沙嗰個位置，黑沙嚇嗰個搭咗棚架嗰個咧喺度裝修緊啦。啊，對面亦都喺呢個位置見到個人哋加建出嚟嘅觀眾朋友，佢搭咗個天台嘅一個遮陽棚啊，稍微小改動咧，其實啊係有部分嘅業主咧都會有咁樣改動嘅。啊 ，OK， 嚟翻呢度咧就係佢嘅休息位置啦。啊，咁其實喺2樓同埋3樓都分別有大嘅套間啦，但係咧我建議咧就最好加裝台電梯啦，因為畢竟係上下5層嘅，你有埋地下室噶嘛。啊，再出翻嚟呢邊咧，仲有一個大露台推嘅，呢個位置仲有一個大露台啦。哎呀，其實幾舒服嘅，真係嘅。啊，因為對於港澳嘅朋友，呢度作為第二居所嚇。作為第二居所你攞嚟退休以及係度假，因為香港係一個好繁榮嘅城市，呢個就唔使我哋多講啦。你落樓乜都有啊，到處都係高樓大廈、高樓林立、大商場、大商店。但係如果到咗一定嘅階段同埋年齡，你想退休度假，金灣保利天和係一個唔錯嘅選擇。距離口岸城啦20分鐘，同埋呢度周邊講真啦。空氣環境係乾淨嘅。啊，當然你又會有人會提出對佢嘅評價冇人氣，呢個係事實。人係比較少，比較靜。啊 ，Jason 亦都有同事係住喺對面嘅呢個高層住宅。啊，咁佢哋有冇話生活唔方便呢？有嘅，商店都唔係好多，呢個係事實嚟嘅。始終唔及話珠海嘅市中心啦，啊或者係喺5大商圈周邊嘅住宅啦，但係其實呢度俾到你嘅係另外一種嘅生活啦，安靜啦，空氣清新啦，係咪？咁你話而家正值需要小朋友要考慮到讀書嘅，或者係要揾錢嘅，咁呢邊肯定要往返咧就冇咁方便嘅啦。但係如果對於我哋港澳嘅朋友，即係手入邊個預算我有800-900萬嘅，咁我可以考慮呢一種5層嘅別墅咯。因為800-900萬喺我哋市區可能嗰幾個樓盤啦，啊最多選擇嘅就灣仔啦、環宇天下啦、綠景灑月灣啦，係咪啊？你甚至雙穗長隆灣都未去到800-900萬啦，可能有啲500-600萬啫。啊，仲有南灣首府嗰啲都係500-600萬啫。所以即係如果800-900萬嘅情況下，平層就唔係太多啦。你話住宅，唐家嗰邊個區800-900萬，亦都冇太多嘅選擇。咁到翻華發苑子啦，啊，仲有就係保利天和啦，啊，仲有嗰個五洲嘉賢啦，啊，五洲嘉賢亦都有洋牌街賣緊啊嘛。嗱，咁兩個Jason 都有拍攝過，咁其實你可以睇翻Jason 之前啲視頻，即係覺得邊一個別墅會更加適合你。啊，我哋睇埋對面咧，阿榮要關一關嗰個玻璃門。對面仲有個露台嘅，啊呢個位置同樣佢係做咗雙露台嘅設計嘅。呢個中間位安裝電梯，然後出到嚟同樣係有露台。嗱，咁Jason 爬上去睇一睇下，睇下周邊嘅入住嗱，都有好幾戶入住咗㗎啦。你小心啊，榮啊，都有好幾戶入住咗啦。前方全部都拉晒窗簾嘅，啊，全部都入住咗㗎啦。其實呢一個別墅，我個人最中意嘅地方係真實感受。我個人最中意肯定係個花園啦。啊，講真，個花園200個平方，我覺得係比較吸引嘅。咁翻嚟呢度度假啊，幾代人啦，啊爺孫啦，過嚟呢度有地方。首先喺樓下 BBQ， 一班朋友翻嚟 BBQ 聚下啊，食飯。咁另外嘅話呢，就退咗休，如果養啲小寵物，做個假山魚池，執靚個花園佢。每日瞓醒你就係諗住點樣去修剪你中意嘅綠植，
盆栽啊。咁啊，當然咧，即係到咗呢一個嘅生活階段同埋呢一個嘅預算嘅情況下嚇，咁你話其實個花園係令到我哋多咗好多樂趣去生活嘅啊。咁講下稍微不足少少嘅缺點啦。當然個客廳咧就真係細咗少少嘅，小氣咗啲嘅啊。咁如果係稍微微調翻咧，個客廳咧就都完美嘅啊。雙拼嘅別墅其實稍微調一調佢應該問題係不大嘅啊。因為我哋珠海好多別墅，甚至中山好多別墅區，好多人都係咁樣調噶啦啊。另外咧就個地下室咧，你可能就裝修風格或者係啲輕輕嘅格局咧，就做少少嘅調整咧。因為畢竟佢而家係精裝修送埋家私電器咁，其實你搬入嚟嘅話，你可能係要攞幾廿萬嘅預算執靚個花園，咁之後就有少少嘅格局或者係其他細少少嘅環節，稍微調一調佢咧，成間屋就會好靚仔、好精神、好舒服㗎啦。啊，仲有嘅就係呢度係高爾夫球嘅點啊，周邊嘅空氣好舒服嘅。因為呢一個嘅高爾夫球咧，每到禮拜六日好多港澳車翻嚟嘅，超多港澳嘅朋友會喺度定點打歌符啦啊，因為環境好啦，同埋而家港澳往返生活成本低又方便啊，周邊藍天白雲，到處都係啊呢啲咁嘅海鷗啊，或者係自然空氣啊，其實環境係好靚、好舒服嘅。OK 啦，Jason 呢一集咧就介紹九州保利天和388平方嘅5層雙拼別墅，總價900萬，有得傾，唔知能唔能夠變成8字頭，咁啊睇下你有冇興趣啊。地下室194個平方，有2個車位，不過要買。咁當然有興趣嘅時期，我哋咪一齊傾發展商啦，係咪 ？OK， 呢集咧就到呢度。中意 Jason 視頻嘅朋友記得訂閱同埋點讚 Jason， 評論區支持下，我會分享更加多我哋大灣區嘅資訊，最中肯、最真實嘅同你分享每一個樓盤。下期再見啦，拜拜。